据新疆日报社办公室主任的透露，新疆日报社维吾尔编辑部主任伊利哈姆、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米尔卡米里、买卖第一名和举莱提等4人，是在8月4日召开的全体员工大会上被中共政府以泄露国家机密、两面派等莫须有的罪名抓捕。中共政府近2年来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所谓的规范化管理，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坦，从城市到农村，在原有的基础上设立了穆斯林丧葬管理部门。根据最新消息，阿克苏地区民族事务管理委员会及丧葬管理部门通知安排，要求在英阿瓦体墓地区域购买墓地的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必须在9月5日前进行重新登记，否则后果自负，不允许在此区域安葬。中共政府既然将穆斯林墓地改建成地下3层，可想而知，现在的中共政府丧心病狂到了什么程度？活人要管，死人也要管。这充分说明中共政府对自己没有一点自信，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法新社9月7日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帕利今天表示，一颗俄罗斯卫星去年企图靠近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发及操作的雅典娜费多斯卫星，并监听为法国军方提供安全通信的卫星。帕利表示，企图对邻国从事监听不仅不友善，便是间谍行为。除了法国外，美国上个月亦指控俄罗斯发展反卫星武器。自9月3日起，伊拉克巴士拉就暴乱不断，数千名要求政府改善供水供电情况的示威者举行了无限期的抗议活动。路透社8日报道，抗议活动后来演变成了与执法人员的冲突。9月7日，示威者火烧了伊朗领事馆。伊拉克外交部对伊朗领事馆被纵火烧毁一事深感遗憾，因为这与抗议者的抗议诉求毫无关系。在伊朗领事馆遭到攻击后，伊朗关闭了边境的沙拉姆加过境点，并督促本国公民立即离开巴士拉。1965年开始，联合国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国际扫盲日，呼吁并动员世界各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同文盲现象作斗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截止目前，全球仍有至少 7.5 亿人缺乏基本识字技能。全球2亿失业者中，有许多人因缺乏阅读能力而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今年国际扫盲日以扫盲与能力开发为主题，没有条件学习的人应努力争取，有条件的人更不能拖扫盲工作的后腿。建议从今天的国际扫盲日开始，努力培养终身学习的好习惯。